后来，这个大罢免进入到第3阶段投票，日前纳北立委联手，把这届的会期来延会，延到7月31。也毋过，立法院今仔日举行议会，南北大部分的立委拢无去，是走去花莲帮布昆萁的造势活动来徛台。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琪大大来批评，讲根本就是偷走班救罢免。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来反驳，讲今仔日所开的无需要协商的法案，因才会去花莲。花莲加油！花莲加油！国民党立委布昆萁反罢团结大会，除了布昆萁之外，国民党立委嘛一个上台。他现在用很小的民主要去推翻掉这个最大民主选出来的东西。那共党立委陈玉珍在两届跨区小厅，就和民众党立委林国成、张启凯嘛对咧出席，只是同一个时间，立法院当伫咧举办议会，委员组织花莲来看议场内底拢空。大家都非常努力在做各种跟立法院有关的事务啦，可能其他人的情况我比较不是很清楚。嘛，伫咧受邀请名单内底，南委甲罗军替家己人讲话，只是南北立委进前才去人数优势，将立宪会期迁到7月30日，最近嘛是加迁到8月底。这当阵立委煞无伫咧立法院内底，而赢着这期南北讲要延会根本无合理。院会又唱空城了，不开会干嘛延会？蓝白再次的联手来当薪水小偷，集体的翘班。那今天开的是不需要协商，是一致的，所以按照正常的程序呢，就是会变成念过以后，因为这个不需要表决，那所以正常话都是各个党都会派代表到现场去开会，民进党也是一样。那南委反罢免，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找罢免团体三度危害的发言人阿美，做名人做港团宣传罢免。阶段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凝聚最多的力量，意念上面的宣传，然后来做最理性的诉求的表达。选战倒打胜击，各组出招，准备决战7-6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